大潭交流道，这个改善工程是我们中央核定这个我们高铁特运区啊成为这个绿能园区的时候，那么我们建议要把这个大潭交流道改善它的功能。后来公路局在设计的时候呢，那么他发现把这个出口啊再增加一个出口。也就是说，把它呢延伸到这个高华二路这边，因为高华二路呢是在我们高铁车站的这个东边，那我们中正南路是在它的西边，所以有2处出口那对我们这边的交通呢会有更大的改善。这一条交流道对整个一个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相当的重要。因为从整个一个大潭交流道这个匝道进来之后，就不用再绕到所谓的外环道。除了可以促进整个一个交通的便利之外呢，那对于整个产业的运输也是相当的方便。那特别是在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的建设一到位之后，更显得整个一个交通也相当的重要。往高铁咱就直接下放去嘛。咱这个交通的这个疏导非常的好。比咱这个高铁区的这个发展非常的好。咱这发展起来，应该有将近2-3万人的人口伫这。若包括后咧，包括咱公部门的办公可能要超过5万人。所以有这个交流道的时阵，对咱这个交通的疏通非常的好，嘛当更加带动咱这个高铁区、咱绿能园区的这个营调。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知道，沙仑地区的发展非常快速，而且每逢假日的时候，有2大次人流会造成塞车。第一个是去三井Outlet或是去会展中心开会或者是购物的；第二个是去搭高铁的，这个人流。平常有时候高铁在每逢假日的时候，不仅是高铁站的这个停车位一位难求，那甚至于整个车流都会往后回堵。那因此呢，我们很感谢公路总局在开辟侧车道以及这个优化台86的大潭交流道。那我们看到，事实上非常感谢交通部的支持，这总工程经费高达3亿元，然后他们支持了2.94亿元。但是不仅是经费，在这个工程如期如职，只花了一年又7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完工了。这样子，因为中间有包括400多公尺的桥梁，还有700多公尺的平面道路，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工，那也展现了高效率，让这个工程没有延宕，如期如职完工，真的是非常谢谢。那带给地方很大的繁荣跟交通的便利，人流车流的顺畅，这个交流道大潭交流道延伸工程功不可没。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26号礼拜4的中港台南地方新闻。疫情严重，造成民众较无爱伫外面食物件，属地餐饮业者生意大受影响。经济部为5月16日开始推出受疫情影响的餐饮业者行销补助，补助金额为2万到10万不等。市府经发局为了协助业者申请，特别每合餐饮工会、甲各相关的协会设立30个咨询站。经济部原先规划6亿，提供受疫情影响的餐饮业者来行销补助。对5月16日一推出，全国申请就超过6000件，恐行真紧的营员。对此，行政院今仔日阁追加30亿。市府经发局为了协助餐饮业者了解申请的资格甲办理的流程，除了制作行销补助的申请指南，另外嘛积极媒合餐饮工会、中小企业应有指导员协进会，甲各相关协会设立30处的咨询处，希望会用帮助更多餐饮业者。我们很高兴能够邀集所有我们的餐饮业者，还有各大商圈，还有各个工会，还有我们荣指会、农业指导员协会一起来干嘛？来帮忙我们
许多餐饮业者中央既然有一个纾困方案能够来这个帮忙，那一方面我们要简化整个纾困流程、申请流程，那一律改采线上改采线上的话，我们有些有数位落差的民众，尤其餐饮业者年纪偏大的人，他可能不会填写、不会上网，那我们也开放了30个咨询点能够帮忙他们来申请帮忙他们协助他们来填写，协助他们来申请。那这中央的10万块也好，2万块也好，虽然不多，但是对于这个小生意的人尤其微型企业或是一些没有小型摊贩，其实也是一笔收入了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帮忙他们，一方面来做优惠，一方面来做宣传，一方面能把他们业绩做得更好，打得更开。经发局长陈凯琳表示，只要有实体店面，而且有公司商业登记，或者是税籍登记的餐饮业者，只要提出包含优惠的抵扣、行销的推广等优惠促销方案，经济部将依照业者所列的资料，提供行销方案经费支出50%的补助。有开发票的每一间上悬申请10万块的补助，免开发票的业者每一间上悬会用的申请2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亚国游天集团买下灿星旅游，经过2档的规划调整，第一站选择为台南出发。26号开幕仪式，台南市观光旅游局长郭正惠、各多位议员以及侪旅游业的贵宾，拢前往祝贺。灿星旅游布局在地服务，台湾6岛第一站就选定伫咧台南正式出发。你会选择伫咧台南作为6岛首站。除了是集团总部会当经直接对着亚国游艇会员旅游服务以外，并会甲当地旅游同业合作推动观光，望会当为台南城市行销加分，曾经更加多元的台南在地化服务。我们是做海的那刚好有这个机会，希望可以结合旅游来一起推广海上，不管是台湾的 OTA 的产品，或者是高端旅游，或者海上的休憩等等。我们都希望透过旅行社来把它加大，把它加深加广一点。那在一开始由我们这个郑副董现在以前的郑总，现在郑副董来协助其实都是跳火坑那时候真的是2年多前蛮辛苦的。我们把一家一家的门市店都关掉，然后再把现在呢开始要把一家一家的门市店打开那所以在今年年初也跟培养税这个台湾区的总监曾正苏总监呢，就洽谈大家合作所以由苏总来担任灿星的总经理。亚果灿星呢，无论是国外旅游、国内旅游，我们都会以台南为最主要的考量。所以无论我们引进了全球什么样的国际资源，我们会优先的提供给我们的台南乡亲同时间呢，我们做任何的这个旅游包装呢，也会从台南出发，来做最优先的安排。台南门市的开幕剪彩仪式，嘛特别邀请到真侪贵宾到场，做伙见证灿星旅游再度起飞的时刻。在6都第一个这个实体的门市在这么紧张疫情紧张的一个状况下，还能够勇敢的投资台南，看好台南。帮我们做一个最好的一个领头羊跟指标我在这边要特别谢谢侯董以及侯董的团队，感谢大家。以台南出发，设计各项旅游行程，规划有澎船搭配平湖的豪华旅游，也有高铁假期、南投金源3日游，以及离岛专卖等等，适合各个年龄层。另外，也甲台南侪间大饭店合作，强推台南当地旅游，同时也会甲各航空公司合作，设计包机业务，服务南台湾的乡亲。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2022白河联欢季将伫6月4号登场，市府甲区公所特别召开活动宣传记者会以及联场的比赛，现场甚至有100回人士甲市长做伙拍掌。市长表示，联欢节除了要打造城市的形象，上界重要的也是要照顾连农的生活，邀请全国的民众做伙来白河赏花，为活动带动买气。
为宣传白河联欢会的活动，市长黄伟哲上午就到白河地区，甲当地议员、公所以及地方人士，为今年的联欢节各项的活动甲农产品代言。市长并且甲百岁的领水黄芳彩华阿嬷做伙来白莲子粽，场面热烈。莲子一定要放5粒，为什么呢？5粒就是五福临门，爱上少爱放5粒，那6粒是66大顺。来。市长表示，今年因为各大水库的水情袂歹，预计今年的联欢节应该比旧年好真多。欢迎全国的民众做伙来白河赏花。今天是白河莲花节起跑的日子哈，虽然这几天因为这个梅雨锋面的影响，好，所以说这个有点下雨，但是晴晴雨雨哈，其实今年的水情因为各大水库的水情还不错，所以呢今年的莲花节我相信应该是比去年好很多。我们也希望说，第一个莲花节最重要是打造城市形象，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莲农的生计要照顾到。我们也希望说这个买气能够提升，该有的这个推广，该有的促销，该有的这个宣传，我们会请农会和公所负起这个责任努力来帮忙农民行销。希望今年的莲花节，不管是在看门道或者看热闹，或者是买这个莲花相关产品上，都能够另创新高。白河区公所配合莲花节加肉粽节的活动，伫个宣传的记者会中，佮举办白莲粽的比赛，以及送爱心粽予弱势加独居的长者。6月4号的开幕式将邀请金曲台语歌王许富凯加侪位的街头艺人表演，欢迎民众踊跃参加。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原定伫远东科技大学举办的技职博览会，因为疫情的影响，改成线顶技职博览会。由教育局、甲高中职以及科技大学共同成立网站，让学生伫个会考了后，伫个厝内就会当看到技职博览会。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技职教育的政策，透过多元的性向测验，佮有职业的体验，让囡仔会当对未来方向不再干那亲像以前共款，天下唯有读册悬的概念。透过探索家己的兴趣，会当较早找到属于家己人生未来的方向。那所有的会考、教育会考的部分，国中教育会考在5月21跟5月22号选完，好多家长都在问我们的孩子，到底未来应该要从事怎么样的一个学校或工作？那我们台南市教育局本来我们在5月26、27会办我们的技职的博览会，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也没关系，我们就一样把它改成这一个医化的我们的技职的博览会。那这一次技职博览会的网站主题非常丰富，包括我们在7大的群科16个我们的类科里面，包括有我们的29个学校，我们的产业还有观光工厂都加入在这个网站里面，让大家可以参考。那这一次也很有创意，我们做了这一个技职的漫画，那希望说大家能够点阅我们的2022我们台南的技职博览会这个网站tctee.tn.edu.tw， 大家可以一起在网站上面参加这一个技职博览会。那我们也期待明年疫情过去之后，大家可以在实体上相见。因应疫情的关系，伫咧短时间内底来进行调整，甲高中职、佮有科技大学共同设立2022台南市医化技职博览会，让学生会当伫咧暂停实体上课的期间，会当透过网站来了解无共领域的内容，佮有发展。虽然疫情严重，但是教育升学嘛是袂当断暂，让大家当更方便了解，来决定未来的人生方向。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华山基金会为了守护在地绿色长辈，特别发起爱老人5日节动起来公益行动。爱心企业祥鸿公司特别捐出10台高级的变频水冷扇，希望帮助顾客长辈度过炎热的天气。电视购物起价祥鸿公司董事长李文成长期参与公益活动。第3月时，就捐予随后一日中心10万块，协助修理建筑，真正是爱心满满。这次伊知影华山基金会端午公益活动后，因为灵动基金会长期照顾在地长者行动，向基金会表达愿意做伙来关心长辈。伫深入了解后，发现有真侪长辈住的环境真烧热，决定捐出10台高级变频水冷风扇，让长辈凉凉好过日。祥鸿公司一直很佩服我们社会局跟我们华山基金会对我们独居老人的付出。那刚好这个机会，我们日虎家电是台南的在地企业，那有生产的那个日虎水冷扇，因为它是低吸变频，所以它没有花很多的电力，又刚好端午佳节的时候，大家本来都关心冬天若是老人的，怕他们冻到冷到。那我们也想到说，在夏天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会太热了，然后会造成一些不幸，所以我们刚好有机会可以付出，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个机会。不止民间来关心，社会局长陈英基嘛特别来到现场慰问长辈，并向祥鸿公司以及华山基金会长期的付出表达感谢。那今天也很感谢我们祥鸿公司的李董事长呢，那我们捐献了一些水冷式的风扇，还有我们的防疫物资。其实这个对我们的独居的长辈是非常非常的需要，也是一个及时雨了哈。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让他们能够这些长辈在独居的过程之中呢，达到防疫的效果，而且又有一些水冷扇这边，然后整个这个环境的一个调整。我们也很感谢华山基金会哈，让我们跟整个台南市这边共同来为独居老人共同来努力，共同来打拼。虽然为情，大家拢会尽量减少办理活动，但关怀绿色长辈的行动，袂使因此而停下来。华山基金会欢迎有偌济有爱心的朋友加入爱老人的行列。因大来啊，因拢大来看，甲讲看无啥物件，叫我较侪互我来开，伊拢有提我，提米啊，牛奶啊。来关心啊！有当然来了。会在端午的前一周，然后把送给长辈的关怀礼，就是抗疫关怀礼，然后来送给我们服务的长辈。那很谢谢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许多社会大众以及公司行号对我们长辈的爱护以及帮忙。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对于整个捐款的状况的话是很担心的。我想许多社福团体都会遇到这样子的困境，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加入爱老人的行列，然后让更多人可以一起投入爱与关怀。华山基金会伫全国成立大约400个爱心天使站，服务将近3万名长辈，秉持着在地老化、社区互助等理念，免费提供教题访视、慰问关怀、陪同就医等服务。希望以在地人服务在地人的精神，建立社区互助自助模式，也欢迎认同因照顾理念的朋友，做伙加入关怀长辈行列。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北文国小为了让学生了解家乡相关的产业，除了将海洋元素用入校园当中，佮进一步将盐田搬入去校园内面，让在地人文变成真有特色的教育题材。来到北门国小，会当看到学校甲北门在地盐田文化特色搬入来校园内面，透过学校结合校本课程，因此伫咧校园中规划一个小区域。和学生会当模拟实际伫咧盐田中亲自感受在地文化特色。好，我们北门国小是位处在台17线的一个偏乡小校，那学生数不多，但是我们的校地课程呢，最主要是以海洋教育，然后沿乡美地来做我们的整个课程的规划。那我们从1年级到6年级，我们都有规划跟沿海洋还有在地文化的一些课程。比如说，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小小的这样看盐田
小型的正压开盐田伫立在我们学校的校园里面。那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孩子去体验一下，在我们北门区最有名的一个观夕阳最美的地方，就是正压开盐田。那井仔角的盐田是一个瓦盘盐田，它是全国第一个非常很有历史的一个盐田哈。学校内面除了盐田非常的有特色以外，伫咧校园的无同所在，拢会当看到充满海洋元素的装置。对教育日常中，会当向学生传达爱知影爱家己所生长的土地。很多的一个生态的教育，都是在我们不同的课程里面呈现，而且我们也在不同的年级规划不同的路线。那包括实地的参访，或者是他们自己走出我们的家乡，在地去探查，那都有很多的地点跟一些景观可以让大家来欣赏。那欢迎大家有机会就来北门国小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呈现的海洋教育的成果，也让我们的孩子来当一个小小导览员。那欢迎大家到北门国小来。透过结合课程，互囡仔会当对课当中更了解家己所生长的家乡的文化价值。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位伫桂林国小、桂林国中以及成丰高中这3间学校的周边道路，日前得到内政部营建署补助5390万的经费做改善。市长特别前往现场视察，当时嘛表示会继续争取其他学校的同学步道，让学生上课更加安全无顾虑。最近几冬，桂林区的经济、交通建设不断的快速发展。台南市政府积极投入于基础的建设，除了市府本身的预算以外，嘛积极向中央争取补助的经费，一摆针对学校周边的同学步道来进行改善的工程。市长委托嘛亲自视察。那我们在这一次总共要针对急迫性还是比较危险的地方，总共有35条。学校的通学步道，台南市总共有200多所学校，那有35条的通学步道是这一次要优先来处理的。我们已经完成了16条通学步道，还有19条陆续完工之中。我们希望说赶快把这个孩子我们同学的这个上下学的交通能够更顺畅更平安，不管是家长接送，或是自行步行，或是骑脚踏车，都能够安安全全的上课。平平安安的下课。针对桂林区桂林国小、桂林国中，也有成丰高中3间学校周边学生上课会经过的步道来进行改善，得到内政部营建署提升路品质计划的补助，总经费达到5390万。甲改善学校周边的步道，各有当地路面品质，和学生各市民朋友有更安全的用路空间。这3个学校呢，有一部分有这个人行道，那有一部分还没有人行道。那没有人行道的部分呢，我们会把它再增加，让它更完整。那旧的人行道因为已经老旧，我们会把它更新，而且注重这个人本的安全。所以一些行人穿越道，这些我们都会去重整。那么总经费呢，大概是这个5400万，那是我们这个前瞻计划里面的这个工程。那我们有一部分已经开始设计，那还有2个案子呢，必须经过议会同意，我们也会继续进行。那预定呢，在我们这个年底呢，我们大概就会把它做完成。市府积极咧改善当地建设，除了会当活络当地，嘛希望会当互观光来更兴盛。上重要就是会当互市民朋友，佮有逐工咧上课用路的学生有经济保障，嘛较安全。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26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